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这件，佫是一个恐怖情人。高雄一个姑娘啊，伫咧面册铺文章，讲伊男朋友当时甲4、5个查囡仔交往，互伊发现见笑当上去，走去伊的厝抢物件，甲伊规间厝是母甲如苍苍，而且进前嘛捌甲拍过。这个姑娘啊，正惊讲报警请求协助，嘛拍算要来告伊这个男朋友。啊，警方讲已经受理报案来通报，嘛会继续来关心这件家暴的案件。小兵用的，全部都是。规个房间乱糟糟，涂骹拢是用毁掉的物品，厝内嘛拢是酱料，阁有真侪豆油。自客厅、房间到浴间啊，拢乱七八糟。女厝主讲，全部拢是伊的前男朋友所做的。4、5个女生在交往，他发现我知道之后，他恼羞，然后就把我家砸到整个没有一个是好的。房间内底拢是真侪粪扫，阁有烘毁掉的玻璃切片，衫嘛全部拢袂当穿啊。真的全部都被他用到。女厝主讲，前男朋友和真侪查某囡仔咧行，互伊发现了，见笑当上去，才来破坏伊的厝，而且阁捌出手甲拍。脚整个，这是他用的，他用的。这个代志，互伊感觉真惊吓，决定要来报警。依规定来通报家暴的一个通报，我们也立即请他在清点确认之后，我们立即入案来办理。警方表示，目前的这个请查甫人到案说明，女厝主嘛表示会以毁损罪对前男朋友提出告诉。